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高雄的金钻凤梨和玉荷包盛产期即将进入最后倒数。高雄市农业局携手日本千叶连锁超市，连续2天举办30场试吃推广活动，现场的消费者反应热络。日本知名千叶电视台也在晨间新闻节目中特别制作高雄凤梨的专题报道，为高雄首选的凤梨销量再添新高。美味しいね。手上拿着台湾出产的玉荷包，说着好吃，在日本千叶连锁超市的试吃推广活动，不仅消费者反应热烈，就连日本知名千叶电视台也一同共襄盛举。人气晨间新闻节目不仅特别制作高雄凤梨的专题报道，更抽选10名幸运的日本观众，赠送高雄产地直送的香甜金钻凤梨。台湾高尾産のパイナップル2個入りを10人の方へプレゼント。那这一次非常特别，我们跟日本的千叶电视台合作，不仅仅是透过超市系统的行销，同时也将台湾产地、高雄大树产地的这些所谓的影片，提供给日本的电视台，然后透过他们新闻的推荐跟专题的报道，以及在电视上的试吃的推广，让日本更多的消费者第一线能够感受到产地的新鲜，以及这个所谓的台湾精品的魅力。透过新闻画面可以看到，在日本的大型连锁超商里，贴着高雄首选标志的金钻凤梨就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当然也少不了日本人最爱的荔枝。现场也举办凤梨试吃的活动，因为品质好、甜度高，当然广受好评。不少经过的日本民众都忍不住试吃一口。我们从4月我们将高雄首选的金钻凤梨上架到日本东京千叶的2大超市系统，那并且在上一周6月4号跟5号进行了30间店铺分店的试吃，获得日本消费者一致的赞赏。截至4月底，高雄凤梨外销日本约3200公吨，与去年同期增长了3.5倍。高雄玉荷包荔枝也从5月底开始陆续出口，目前的登记量也达到了100公吨。今年更赶在高雄凤梨和玉荷包最后一波的产期，和日本大型连锁超商与电视台合作，期望能够带来最直接的回馈，提升日本市场的占有率。记者郑光佩高雄报道。一家专门设计研发食品包馅机器的机械公司，参加国内外食品设备展，都获得不错的评价。贸易局日前特别安排外国驻台单位进行参访，许多台湾传统美食，像是包子或是手工饼干等等，透过一台机器就可以完成，让驻台大使都大开眼界。画面上这整桌的美食，不管包子、水饺或者手工饼干，都是透过这一台又一台的机器所生产出来。这些超级厉害的食品设备，都是仁德在地机械厂商所设计，因为设计研发大大节省人力。百成食品机械参加国内外展览，也都获得很好的成绩。因此，贸易局也特别安排外国驻台单位到公司参访。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包馅的一个产品哦，自动包馅的产品哦，就是所有的像月饼啦、凤梨酥啦、水饺、包子哦，这种自动包馅的产品，我们主要是在做这个产品哦。因为我们目前有在导这个英雄联盟哦，上下游整合 Total Solution， 帮客户研发新产品，把产品做到商品化。那希望将来我们百成的公司希望就是要做全世界100个城市、100个国家的意思。那目前公司已经销售全世界80国了。那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全世界100个国家。10几个国家的驻台大使看到现场展示的机械，真的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放材料，机器就可以自动包水饺，还能完成5层馅料的包子。甚至不同颜色搭配的手工饼干也能简单完成。目前这些机器超过80种专利设计，而且也行销世界各国。目前百成机械将朝向100个国家、100个城市行销迈进。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把握上半年最后的连续假期，不少大小朋友都来到爱河水域体验 SUP、独木舟等多样的水上活动。民众只要扫描岸边告示牌的 QR code 上网登记，就可以自由下水游玩。从上个月5月20号开始，浪漫悠闲爱河的环河渔民以往上游开放到爱河之心，提供大家更方便亲身体验 SUP、独木舟等多样水域活动。
只要扫描爱河沿岸告示牌的 QR code 上网登记，就可从事非动力浮具的水域游憩活动。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也配合这个市政府的政策嘛，环河渔民，所以我们在端午节的当天我们也提供了龙舟体验以及 SUP 的体验。那这2个项目其实现在目前在全世界都是很夯的项目，或许大家闷久了那其实因为我们在规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必须要先送计划到这个卫生局。那当然在这个管控人数的部分，当然有做一定的一个计划安排。但是确实我们本来是安排上午的一个行程然后但是就是来现场等候的队伍人数实在太多了，以及民众，而且很多都是亲子的。所以变成说我们在上午的行程安排完了之后，后来我们就是下午再加开了3场。加开3场就是这个龙舟体验跟 SUP 体验，那尤其是龙舟体验，我们一直到刚刚5点才结束。端午连假，民众游爱河、赏龙舟，不少大朋友小朋友来到爱河水域体验 SUP、独木舟等多样水上体验，让民众度过不一样的假期。还蛮意外的，因为没有想到说，会有体验的活动。原本想说就看看这样子，对，就是有体验，还不错啊，还可以试试看，这样对小朋友来说还蛮有趣的。我是美国的，我觉得那个比赛真好玩，还有很漂亮的。民众除了爱河观赏龙舟嘉年华之外，可到邻近博尔艺术特区、大港桥游玩，也有超多美食等待民众来享用。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为了扩大绿色生活，已经达成2050净零碳排放的目标，环保署与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借由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将绿色生活的观念推广给民众，落实全民绿生活。工厂排废气、空气污染、地球升温，在环保意识逐渐抬头的现在，如何应对气候变迁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而为了与世界在2050年一同迈向净零碳排放，环保署与佛光山人间文教基金会也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我想今天的签署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因应全球暖化、气候变迁。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行为，就是我们要行为的改变啊。那所谓行为的改变，就必须要从心里面去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个策略上有一个所谓净零绿生活。那这个跟我们佛光山我们人文文教基金会一直在推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减少碳排放绝对不是少部分企业的责任。佛光山长期推动5大面向的绿色生活，从食衣住行娱乐提出绿生活指标，期望全民一起来为净零的愿景共同努力。其实环保的观念呢，是每个人都要一起来的。因为它已经造成全世界的问题，所以佛陀纪念馆呢一直以来都是在提倡绿色的旅游绿色的饮食，还有绿色的这个环保乃至回收，就是一直在经营一个绿色的环境环保署与佛光山长期都各自推广降低碳排放，这次透过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民间团体的响应与加入，凝聚各界力量，共同落实绿色行动。因为原来我们佛光山、我们的基金会、佛陀纪念馆都在做这个事，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所以现在我们2个加起来之后，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讲说1+1大于2，就是我们会更有力。那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理念相合的一个结合，我相信未来会更成功。永续环境不单单是政府与企业的责任，生活环保更是全民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希望透过民间与政府的绿色运动，共同达成净零碳排愿景，为下一代留下美丽净土。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本土疫情爆发，许多没有经过科学证实或是官方认证的疫情相关资讯，也跟着在网络上四处流传。提醒民众，当接受到相关资讯时，一定要找到政府公部门相关单位确认，或者是找专业的医师咨询，才不会被假消息给误导。本土疫情爆发，民间以及网络上陆续出现许多未经官方认证的疫情相关资讯，或是没有被专业医疗团队所确认的偏方疗效。总价宽评为了善尽企业责任，
提醒民众在接收到疫情资讯的时候，请务必停下来看清楚，并咨询专业人员，听从相关建议。疫情越来越严重，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常常因为我们都每天宅在家里，足不出户，那常常可以从不管是媒体、网络上呢，或者是我们长辈的赖群组里面呢，会接受到许许多多的，不管是充斥着一些假新闻啊、假消息甚至是有一些偏方都出来。那可是呢，我们这边必须要呼吁民众说，遇到这样的状况呢，最好是经过进一步的求证。台南市政府为了让市民朋友更便利，开发出提供给确诊者所使用的台南共照云，以及一般民众皆可以上去查看资讯或者咨询的台南快易通。透过平台可以查询到最正确的疫情资讯，也比较不容易被错误的讯息所误导。最近因为我们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那相信其实大家在一些平面媒体可能都会看到一些讯息。那为了让大家掌握最新最正确的讯息，也避免说一些资料错误的传递，所以台南开发了一个叫做台南共照云的一个 Line@。那除了台南共照云的 Line@ 以外，还有台南快易通的 Line@。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一般民众的话，我们欢迎您加入台南快易通。在这个台南快易通的平台里面，它有目前譬如说 PCR 筛检的医疗院所、快筛的购买点，那以及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快筛的判读，那里面也有一些目前的健康政策的专区，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最新的资讯。网络的资讯发达，所有的资讯常常未经过证实而流窜于人人的手机当中，请民众收到讯息的时候，请务必养成习惯，经过查证过相关的单位确认真伪，才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防止误导他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随着电脑和智慧手机的普及，您是不是很久没有拿起笔来写字了呢？这一间位在高雄捷运盐埕站转角的老字号钢笔店，从怀旧的记忆中走进现代的潮流，让你在这里找到拿起笔书写的温暖感受。看到这栋五福路上的新颖建筑物，可能会以为它是饭店，但它其实是有着多年历史的台湾钢笔品牌。在转型成书写记忆博物馆后，除了文具商品，也有许多怀旧的摆设物，像是老照片、测试机器等等。特别是其中一面壮观的展示墙，让参观的人仿佛走回老盐埕的回忆。像我身后这一面墙壁就是我们的古董钢笔墙，所以有来到这边的人一定可以来观赏以前在1955年跟1960年左右早期台湾人的钢笔长什么样子，甚至是墨水的包装也都可以看得到。那在这间门市里面，其实除了后面的古董钢笔以外，还有现在前区新的钢笔的区域，甚至我们都有书写区，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找个地方坐下来写写卡片。而毕业季即将到来，身为与学生生活最密不可分的文具品牌，这里也有相关的活动。门边古色古香的小书桌上放着迷你转蛋机，投下10块，随着清脆的转动声就能得到一个扭蛋。打开后看到的却并不是模型公仔。那这文具的扭蛋里面有一个像是真言诗签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是消费满一定，然后就可以去转那个扭蛋，然后得到那个诗签。那里面都是一些很有鼓励性质的跟文具有关的文字，然后来鼓励每一个在毕业季节的毕业生。融合了怀旧与创新的品牌旗舰店，不止高雄人有共鸣，连远从基隆而来的这位先生都表示非常怀念与感动。感觉现在新东西很多，不像之前那种款式啊，都是比较老旧的。对啊，加了很多新的元素，文创的元素。哎呀，像一些现在有加一些木头材质的啦，什么等等的。对啊，整个质感差很多。你多久没有拿起笔亲手写字了呢？书写的温暖感觉是电脑上再多的字体也无法复制的感受。这里也鼓励游客拿起钢笔试写，想传达的就是找回写字的记忆。客人、消费者他们来到这里哦，他们可以真的静下心来，静静的在这个空间里面享受一个慢的时光。因为外面都很匆忙，一切都很匆忙很快，来到这边可以静下心来，静静的坐下来写字，甚至跟自己对话，然后了解书写与自己的意义跟关系。走进这间店，就像是回到当学生时逛文具店的时光，但却有新时代的形象做包装，成为经典老品牌的华丽转身。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
位在台南七股的顶山社区，每个星期都会安排活动，让社区长辈们参与。这一次邀请蝶谷巴特老师来到社区，教长辈们如何制作蝶谷巴特。透过在钱包上贴图案，让长辈发挥创意。过程中，大家相互分工、相互帮忙，场面非常热闹。来到七股的顶山社区，社区每个礼拜都会安排精彩的课程，来让长辈们做学习与互动。这次安排让长辈们制作蝶谷巴特，一方面可以训练长辈们的手眼协调，也借此让长辈们走出家门与大家互动。这是拄啊好拄到母亲节的前夕吼，啊拄啊做这个蝶谷巴特啊，一个新的钱包啊，互因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嘛，哦，互因会当以后，今年哦会当赚大钱，钱包满满，哦。拄啊顺遂，因为即摆疫情安尼嘛，袂当会餐啊，就上课的拄啊唱书，有这机会啊，大家做一个纪念品安尼啊。这次透过让长辈们将美丽的图纸撕下来，一张一张的贴到钱包上面，这样趣味的做法让长辈们越玩越有兴趣。透过大家耐心的相互合作，在作品完成后都表示非常有成就感。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顶山社区哈，因为母亲节将近，所以我们有安排课程，让各位大哥大姐、各位长辈来动手动脑哈，来做这个蝶谷巴特的钱包啊，让他们从中得到那个成就感，然后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好平安快乐。制作蝶谷巴特需要很多的耐心，虽然一个一个慢慢贴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但在作品完成后，长辈们的欢喜全部都可以透过表情来看到。社区定期举办相关的活动，让长辈们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实在非常的贴心。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鸡蛋糕作为经典的点心小吃，有软嫩的、脆皮的，还有蓬松空气感的，各式各样的口味琳琅满目。但是您吃过会拔丝的鸡蛋糕吗？松软的饼皮和咸甜的 cheese 当作下午茶点心，吃了让你一整天的烦恼都会消失。在烧热的铁板模具中倒入面糊，趁着还没凝固，快速放入 cheese 块后盖上铁板，整个过程快速的让人还来不及眨眼，一份热腾腾的下午茶点心就完成了。但不要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鸡蛋糕，注入后趁热捏住两边撕开，哇！长长的 cheese 延伸开来，光用看的就好疗愈。比较特殊的口味就是我们的双重 cheese。双重 cheese 是使用马兹瑞拉的白色 cheese 跟切达的熟成 cheese 所组成。那它热吃的时候会拉丝拉很长。除了超夸张的招牌拔丝，层出不穷的限定口味也常让人有惊喜。像是能用吃的泰式奶茶，把泰奶风味的创意内馅满满的塞在里面，轻轻一掰就直接爆浆，放入嘴里咬下，就好像把一整杯饮料都浓缩在里面。的限定口味主要是呈现的是泰式奶茶，一般都是用喝的，那我们是把它做成内馅，它等于是一个爆浆的泰式奶茶口味，感受到你好像在喝泰奶，可是我是在吃鸡蛋糕。这么丰富的口味，让你无法选择吗？这间店可以随意混搭口味，1包5颗全都不一样，而且限定口味每2天就会更换，让你每天光顾都不会腻。比较特别的口味也可以跟我们许愿，我们就会帮客人推出。假设咸的，蒜香系列或者是什么培根系列，那我就会看大概什么时间，然后就会推出这样子。不管是拔丝或是爆浆，疗愈的鸡蛋糕让烦闷的心情在一口咬下的时候都能一扫而空。记者邱玉婷高雄报道。为了振兴受疫情重创的旅游业，台南市日前推出康复者联盟方案，只要是确诊康复的民众来到台南旅游住房，就享有优惠。而东区一间餐厅特别响应这项政策，自行推出餐厅版的康复者联盟方案，只要是确诊康复者来到该餐厅用餐，也可以享有9折的好康。台南市日前推出复原者联盟住房优惠方案，鼓励确诊康复的民众多多来到台南旅游，希望能够促进消费。尤其近来有越来越多民众支持与病毒共存的声音。位于台南市东区生产路的醉天地海鲜烧烤餐厅，特别推出餐厅版复原者联盟，只要是确诊康复来到醉天地用餐，
不管是餐点还是饮料，全部都是以9折来计算。我们配合政府的措施，那迈向与病毒共存，本店共体大家共同运作，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经济的运作。那只要同桌有确诊康复后的客人，餐点以酒水一律9折优惠，直到6月底。只要大家做好疫苗的注意，还有本身自我卫生的防护，还有防疫的措施，其实病毒并不可怕。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来恢复一切的正常运作。因为疫情，有许多民众不敢出门吃饭，但也有不少民众是以平常心看待。他们表示，只要是做好防疫措施，还是愿意出门品尝这整桌的好菜。吃饭呢，这都是民生需要的啦，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这波的疫情而去把我们的生活都改变了。对，所以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然后3餐都在外啊。对啊，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说我们还是会来餐厅吃饭这样子。因为大家也是要吃饭的，要吃也是要吃啊，对不对？所以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做好防护措施。对啊，防护措施做好的，口罩戴好就好了。响应政府与病毒共存政策，业者戒慎但不恐惧，推出康复者联盟优惠方案。只要是用餐的客人当中有一位是确诊康复者，就能享有9折优惠。活动只到6月底为止。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从花莲、台东几家的知名茶饮品牌首次进军台南，选定在北区开店，才试营运就吸引了排队人潮。同时，他们的店面和手机微销经销品牌也是首次在台南合作一起开店，用复合式经营的模式，希望创造双赢。经过裕德路餐饮一级战区，就看到排队人潮。这回不是排快筛，而是来自花莲、台东知名的茶饮店首次进驻台南，民众想要尝鲜，也有消费者怀念之前去花东所喝的好滋味。我们去台东有喝过，还不错。开店很期待吗？还好啊，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就觉得口味还蛮特别的。还不错。那你是买哪些？洛神花，因为我们去台东就是喝这个。根据了解，该店除了打出知名度，目前全台包括台南已经有41家分店，也是协助当地小农打开洛神花等物产的通路为号召。该店总经理施营运亲自坐镇，也首次在台南开放厨房，并加入中药材秘方，需要熬煮洛神半小时的画面。除了表示对台南的重视，也感谢乡亲的支持。丁哥其实他在台东已经发扬光大很多年了，其实这个品牌已经20周年了。那陆续其实很多县市的朋友都很希望我们可以到各个县市来。那我觉得很荣幸，就是说丁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台南。那我们也觉得我们不负台南人的一个期待，我们在一开幕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回响。那在我们的开幕的前2天，就是到今天是第2天，其实都蛮多的客人就是非常的开心的来到我们现场，然后甚至我们还没开门之前就已经来排队了。应该是说我们丁哥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跟在地小农，就花东的小农的一个契作来做一个饮料的一个结合。比如说我们最有名就是我们洛神花茶，还有柳橙绿茶，这都是我们的畅销品。那其实在我们这营运的这2天来讲，我们的洛神花卖得非常好。对，那都是我们用台东的洛神花去做熬煮的，非常的天然。那我们的柳橙绿它也是选用台东在地的一个香丁来跟我们的木香绿茶做结合。对，那我觉得这个都深受我们台南的一个乡亲的喜爱。1楼不到4坪的空间就挤满茶饮的服务人员忙进忙出，另外往2楼的通道则是手机维修经销品牌，先用手机资讯博物馆的形式来吸引民众目光。双方首次在台南合作，希望营造双赢的局面。很特别是在台南也有 Q 哥这个品牌，那它是以一个手机3C 的一个牌子，那第一来跟我们的一个茶饮来做一个配合，这样。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台南的 Q 哥就是一起来做一个结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那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这样子。台南虽然是饮料大本营，有人说他们很勇敢来挑战，不过经营者表示他们只是没有机缘罢了，对自己品牌和产品成熟度充满信心，所以试营运以后将恢复上午10点至晚间9点的营业时间。记者郭恩吉、林庚台南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长邦，我们下次再会。